正當政府宣布要嚴打水貨客之際，星期三網上邊就流傳幾張相。喺港鐵上水站，竟然有一個着住內地公安制服嘅男人同香港嘅警員並排而立，疑似係商討策略喎。唔通係有特別任務要內地公安跨境相助？呢幾張相一喺網上面流傳，就震撼咗多個論壇。有網民就話：安以北係唔係已經實現咗深港一體化啊？內地公安表面上係幫忙執法，但實際係入侵香港。有網民就講笑話，其實呢個公安都係水貨客，只係 cosplay 版公安，希望唔使俾人拉啫。不過亦都有網民話，應該只係中港合作打擊水貨客，各位唔使太緊張。而警方就話，其實呢個公安只係內地嘅請願人士，唔涉及到刑事嘅成分。而呢個男人事後已經自己離開咗。原來只不過係虛驚一場，各位網民可以鬆返口氣，唔使再震騰騰啦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